金家兄送什么福利？福利可大了，全场多少折？85折，85折，说定了啊，85折啊！多多支持。货呢？在这您尝尝。行不行啊？怎么样？越嚼越香，哪里的货啊？这是靳家庄的核桃桑葚黑芝麻丸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公，那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个靳家庄的桑葚黑芝麻丸。就是这样一颗核桃桑葚黑芝麻丸。做男人也不容易啊，每天真的加班也好，开工也好，非常辛苦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相信金哥，尝一尝我们靳家庄的核桃桑葚黑芝麻丸，里面都是对兄弟们很好的红枸杞、黑桑葚、黑芝麻，还有脱衣核桃仁、红枣。只要你们相信金哥呢，靳家庄这一款核桃桑葚芝麻丸必须要试试。今天买3罐送2罐，这一款对我来说了啊，真的是非常好。我说1万店，不如你亲自尝一尝，趁活动还在，拍一单尝尝。